今次位於深水埗 DX 設計館嘅璀璨霓虹展，由2個大部分組成，目的咧都係希望俾大眾認識霓虹燈嘅光影世界。呢度咧就係展覽嘅第一個部分啦。咁你見到咧有好多唔同嘅霓虹燈招牌嘅照片咧，砌成一個好狹窄嘅通道，咁就營造翻咧以前咧香港一啲鬧市嘅景況嘅。咁你行過呢條通道去到入邊之後咧，就可以真真正正咁樣見到以前嘅舊式霓虹燈招牌係點樣樣㗎啦。第二部分咧就展示咗多個香港經典嘅霓虹燈招牌，例如南昌鴨、太平館餐廳、大昌眼鏡呢一啲經典嘅招牌實物，全部都係相當之有歷史價值。旁邊仲有一啲由本地年輕藝術家用霓虹燈光管重新演繹一啲唔同元素嘅打卡位，等大家可以拍照留念之餘，都可以思考一下未來霓虹燈嘅發展可行性。而旁邊同時間呢，亦都有另一個嘅展覽《光裏光外》，入邊係一個沉浸式嘅影片體驗館，會播放4段同霓虹燈相關嘅影片，例如珍貴嘅太平館招牌清拆記錄，又或者係重現舊時香港霓虹燈招牌林立嘅景象，等大家都可以對霓虹燈有更加多唔同嘅認識。今次嘅展覽咧會由即日起去到2026年嘅3月31號，咁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過嚟參觀一下啦。